年爸爸是伊拉克的人，高中毕业就来到台湾读中国医药大学，甲伊太太拢是药学系毕业的高材生。结婚3年，生一个可爱的后生，1岁半，已经会晓甲人拍招呼，嘛会晓叫爸爸甲妈妈咯。想袂到一场的车祸，互伊失去着太太甲后生，伊坐伫个急诊室的外口，摸头痛哭，一直哭。伊拉克一个翁婿坐伫咧急诊室路口，哭甲真伤心，因为伊的太太含1岁半后生车祸过身。伫咧网络顶，有人看到因规口罩当干笔电的相片。我爸爸妈妈，然后谢谢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是路的一台车子，我们没有看到，就是很突然的看到，我们刚过马路，然后很突然的看到他就来了，很快速的。伊拉克一个几位后是考得组织，高中毕业了后，伊摕了俄罗斯、土耳其和台湾的奖学金。因为台湾的产品伫咧当地真出名，所以选择过咸水飞来到台湾读中国医药大学的药学系。他是我的教授的助理嘛？哦，助理教授，assistant。他超级聪明的一个人啊，对他很会管他的工作还有家人。大学2年啊，实习太太毕业了后，嘛决定出来做某，有生一个后生。几月后，即马伫咧教英文，太太是伫咧甲爸爸的事业斗相共。从小我真的相当优秀，从小学很独立，一放假都会帮我做生意。死者的爸爸讲，查某囝真有孝，定定甲因2个老的关心，是免到行伫咧大路线会去公车弄死，互爸爸真艰苦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